如果唔係就有機會影響到造成笑容唔對稱㗎。大家好，我係 Dr. Lisa， 歡迎收睇我 Speak Beauty 嘅第一集。好多人喺唔笑嘅時候，塊面望落去好惡，好似長期好唔開心，俗稱 RBF。今集我哋就嚟傾下點樣將 RBF 轉化成柴犬笑臉。我會分享一啲自己嘅心得，利用肉毒桿菌素提升微笑肌肉，做出平衡感，同時避免其他人覺得自己塊面好膠。首先要留意以下4大重點：第一係降角肌 DAO， 第二係下巴肌肉 Mentalis， 第三係肉毒竅唇 Lip Flip， 第四係露牙齦笑修正 Gummy Smile Correction。先講降角肌 DAO， 呢個肌肉負責拉低嘴角，形成木偶紋。無論你心情幾好，都俾人一個好嚴肅或者唔開心嘅感覺。不過只要喺呢一嚿肌肉注射適量嘅肉毒桿菌素，就可以輕輕提升嘴角，令到表情更柔和、更親切。留意劑量同位置都要非常之精準，如果唔係就有機會影響到附近嘅降下唇肌，造成笑容唔對稱㗎。之後就係下巴肌肉 Mentalis， 呢嚿肌肉會令下巴出現皺紋，下半面俾人一種好焦慮同埋好緊張嘅感覺。只要喺呢嚿肌肉注射少量肉毒桿菌素，就可以平滑同埋改善下巴形態。但要注意注射嘅時候一定要貼近中線，亦都唔可以劑量太高，避免影響到下唇嘅動作，令到下唇變得沉重。記住 less is more， 寧願後期補打都唔好一次過打太多劑量。跟住係 lip flip， 呢個係一個細微嘅調整，可以喺唔用填充劑嘅情況之下，令到上唇睇起嚟豐滿啲。透過放鬆上唇嘅肌肉，令上唇輕輕向外翻，顯得形狀更加突出。但一定要輕手，過高嘅劑量會影響到日常講嘢，甚至用飲管飲水都會有困難。最後係 Gummy Smile， 有啲人提唇肌同顴肌過度活躍，笑嘅時候上唇拉得太高，露出好多牙肉。喺肌肉交界點，即係 Yonsei 點，使用微量嘅肉毒桿菌素，可以精準咁樣放鬆肌肉，用最細嘅劑量達成最自然嘅效果。以往肉毒桿菌素都俾人冠上僵硬同膠面呢啲負面標籤，但係其實只要用處同劑量正確，肉毒桿菌素係可以平衡面部線條，令你睇落去更自信。如果大家都想我分享多啲相關內容，記得留言 Smile， 我哋第2集見啦！